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安息日，咱三见面。今仔日伫遮要斗阵来敬拜上帝，愿上帝接纳咱今仔日的奉献。请咱献开圣诗54首，圣诗54首，同心而乐天父。圣诗54首，预备来。同心而乐天父，主人因我上帝，听从人民无求无求，照顾天顶地。好，咱搁唱一摆的时阵，因为早起嘛，咱的声还袂开。咱要同心而乐天父，就甲心拍开，声拍开，大声吟而乐天父。来，咱来吟第四首，第四节，来，而乐三位一体，白行心心相对，至尊至大主要好护。请咱搁献开圣诗261首，圣诗261首，求主教示愿祈祷。第一节261首。是愿祈祷，何得关键对你同，就愿信心那坚定，听你声音歌命令，求主。请咱闭慢心来做今仔敬拜，请咱嘛甲手机啊关静音，也是关起来。
万国啊，恁着老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恁着老耶和华。来因信诗，信诗第54首，同心俄罗天父。信诗第54首，同心俄罗天父，咱起立来因全首。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甲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交读启应文，今日要交读的启应文第6篇，启应文第6篇，就伫个信息的后壁第8面。我来启，恁来译。信息启应文第6篇，就是对诗篇23篇来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伊予我的灵魂真因。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的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你较缀我到一世人。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伯伯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懊恼甲赞美，恳求你的圣神即时临到你的圣殿，引带阮的敬拜。主啊，阮感谢你，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来到你面前的人，你总是无去杀伊，因为你的恩慈乃是一生之久。感谢你时常听阮的祈祷，并且照着你家己的美意来成就伫阮的心上。主啊，伫即个黑暗的世间，阮看到战争、疫情伫即个世间最大，恳求你显明你的大能，互疼甲和平临到即个世间，互人甲人会当彼此相疼。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做阮随时的帮衬。我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阮要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祈祷，阿免。赞美，咱请建新教会是。
圣经，今仔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6节。约翰福音12章第23节到26节。耶稣应讲：人子得到阳光的时到啦。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麦无落地第二来死，就犹原一粒若定，死就结实多多。疼家己性命的，就丧失伊；怨恨家己的性命伫即世间的，的确保伊到永远。若服侍我，就着对我。我所伫地的所在，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若服侍我，我的爸要对重伊。进度，今日进度的题目是破碎的性命。咱将时间交张默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好。好，我是我们是来自桃园西美中会建新教会。好，我是张默牧师。谢谢我们的建成教会的我们黄牧师跟林牧师，还有我们的小会，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接纳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来到贵教会来请安报告，真的很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来，特地呢我们的林牧师还做了那个海报哈，我真的非常的感动还有我们黄牧师他们这么样的来帮助我们，好，所以呢真的是谢谢我们贵教会对建新教会的这个满满的爱。好，所以我们非常珍惜这一份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么棒的那个恩典跟关爱。愿上帝祝福我们建成教会，我们是一家人建成教会跟建新教会差一个字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上帝要成就美好的心事对不对？所以呢，建成教会跟建新教会是一家人。阿们。好，谢谢主，让我们在今天聚集在这里。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施恩眷顾我们所有你的儿女们。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主啊，能够将今天这个时间能够全然的献给你。主啊，求主你也赐给我们谦卑和渴慕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能够用你的话语来供应我们，使我们的灵能够再次苏醒起来。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的台语不练凳，所以我讲华语请大家尽量一下哈。好，因为他好像没有动，不是。他没有有了。好，其实呢，我们讲到这个，今天要讲到的主题是破碎破碎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经历到这个破碎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因为没有一个人呢会喜爱这个生命被撕裂的感觉特别破碎呢，可是这破碎这两个字呢，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呢，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我们一生信仰的这个过程呢，都需要被破碎。所以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呢，好与不好，都端看我们在面对这个破碎的功夫，我们做得如何。所以当神这个破碎你的时候，其实呢，在这个破碎的过程呢，它都会蕴藏一些很美好的一个计划。好，所以今天我要以这个破碎的生命跟大家一起来彼此的勉励。
一个破碎的生命呢，首先很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就是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生命。刚刚我们在看这个第一节的这个23节的时候，这一节呢，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经节，预备，请。就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讲到当主耶稣他将要死而复活的时候到了，所以主耶稣要借着这个十字架而成功救赎工作的时候也到了。所以呢，在人看来呢，主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他的羞辱。可是呢，在神看来呢，这是一个得胜的时刻。所以呢，主耶稣又说了下一段话。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约翰福音12章23到24节，预备，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Amen。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是落在地里死了，又要结出许多的这个子粒来的麦子。好，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唱这一首诗歌《一粒麦子》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是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呢又不能吃又不能泡茶一粒麦子唯一的它的使用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它是成为一个种子它要埋在这个地上。好，所以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一粒麦子呢的一粒它不只是这个英文的 a 就是单位上的一粒，而是呢它是用一个种子的意思所以呢所以我们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成为什么？种子的那一粒麦子。好，所以呢这一粒麦子呢，唯一的用法就是要把它怎么样？落在这个地里死了之后呢，它才能够怎么样结出子粒来。好，所以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呢，其实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个很破碎的时刻。我相信每一个人呢，你都会经历到你的破碎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过程。好，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要结出子粒来呢，很重要的过程就是一个破碎的这个经历。好，所以一落在地里的麦子呢，一粒种子，如果呢那个种子是在我们的手上握着的时候呢，它永远就是一个种子。好，在我的手上呢，这个种子呢是怎么样？是没有能力的。如果呢这个种子呢没有破碎就不可能呢结出许多的这个子粒来。对，不可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呢，当我们呢愿意把这个种子埋在地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不会永远是一粒种子所以种子呢是有能力的，因为呢它是死了，它被埋葬了，然后它就怎么样经历这个破裂，然后它就开始长大，就会成为这个一棵大树，最后就变成森林。好，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这是被打破、被埋葬，跟基督一同埋葬，上帝呢就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呢就会复活起来。好，所以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全能呢就会长大，就会结果子，30、60、100倍。好，所以神对他所看重的器皿呢，通常都会有一段这个破碎的时间让这些器皿呢可以在黑暗当中要接受一个生命的锻炼。好，让有杂质的生命呢可以锻炼成精金。好，所以呢十字架呢就是一个破碎最厉害的一个工具。十字架呢它除了将老我钉死的这个钉死之外呢，它别无他法。所以十字架它可以拆毁我们人的这个旧有的生命。十字架呢要拆毁我们的自我，我们高傲，甚至我们的面子我们的个性，还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各样的骄傲。
污秽。还有呢，上帝他也会用环境的十字架来破碎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的弟兄姐妹会经历到在长时间或者是短时间的失业。还有的人呢，一直处在这个身体的病痛的当中。还有一些人呢，在婚姻当中也会经历到一些的这个夫妻之间的失和，或者是孩子们跟这个亲子关系的这些的问题，甚至你在工作职场当中你被霸凌，甚至呢孩子他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叛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其实呢就是上帝要我们背起这个十字架，为的是要破碎我们的这个什么自由意志。十字架呢，它可以使我们更加的谦卑。十字架呢，也能够使我们灵命能够长进。十字架能够让我们能够学习去安慰人。因为当我们在破碎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神他会先安慰我们。当我们经历了这个患难之后，以后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同理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他们的需要，就能够安慰这些在受患难的人。所以背起十字架就能够体贴别人的软弱。曾经有一位姐妹她之前非常的强势不管说话或者是行事常常让人感受到很不舒服，非常的强势。直到呢，她得了这个子宫颈癌的之后，她整个人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当一个人在病痛当中呢，他就会开始学习谦卑，就变得非常柔和。所以他对别人的痛苦跟这个软弱，他不会只有讲说你要赶快刚强起来，你不能软弱，你要赶快起来有时候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或者是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软弱，我们就会直接这样告诉他好像就是要他就是比较强势的，就是要他赶快好起来。可是呢，这个姐妹当她得了这个癌症的时候，她开始学会同理这个对方的感受。当别人在哭泣的时候呢，她陪他一起落泪，就让人更感受到呢在你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对方他的痛苦是什么。所以呢，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说什么？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6章24节，预备，请。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阿们。所以一个破碎的生命呢，他会渐渐的能够舍己，他能够脱离这个世上的一些的名利的追逐，他会愿意来跟随主，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能够成为主的这个门徒。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在约翰福音的12章的这个要对准这里这个12章的第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下一节，预备，请。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好，在这个经节里面呢，我们看见它总共有几个生命？4个生命好，所以呢，我们每次看这个经节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很矛盾爱惜生命，然后呢，却会失去生命反而呢，恨恶生命呢，却可以保守生命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到底在讲什么？这个4个生命，它其实呢，包含了这个2个意思。好，我们看见呢，这个爱惜生命呢，在爱惜自己的生命的跟这个恨恶自己生命的它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肉体，还有我们今世的这个生命。那失丧生命的失丧生命的跟保守生命的，指的就是我们属灵的跟永恒的这个生命。也就是说，爱惜自己肉体生命的，就会怎么样？失丧属灵的生命。那恨恶自己的
今世的生命，他就会怎么样？保守永恒的生命。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属灵的跟永恒的生命呢？其实耶稣他要告诉我们，不要把这个什么爱惜生命当作最重要的事。谁爱惜自己在世上的生命，凡事都以肉体的需要为满足，反而会怎么样？失去它。不是说我们不要爱惜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就准备我们要赶快殉道，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哈。他说，谁不顾惜自己在世上的生命，而追求灵里的丰富，反而会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其实他在这里讲到的就是，当我们所有服侍他、跟随他的人，我们就需要付出一些的代价。很多基督徒呢，有时候我们只会看重我们自己这个优渥的生活，我们会关心享受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平静的生活，可是堆积了很多的钱财，可是到最后，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里就是要我们思考我们人生的这个优先秩序是身体重要，还是你的灵魂重要？是今生重要，还是你的这个永生重要？所以呢，当神要你放下你肉体的生命的时候，就比如说神呼召你要起来，要牺牲你的时间来服侍他。可是通常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都会有什么千百个这个理由会有很多的理由拒绝，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牧师要我们过来，我们一起来教会参与一些的这个聚会，还有一些的事工，我们就会什么做？牧师我现在很忙，没有空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只为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意愿、我们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很多很多很多都是在讲到我们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放下，我们没有牺牲，我们就不能结果子，我们就不会看到很多的人的生命成全。因为唯有当我们愿意放下肉体的生命，放下我们所坚持的，放下你的时间，放下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为的是要为主要赢得很多的灵魂，放下你所坚持的，你才能够保守，才能够让你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说跟随我的呢，就要做我所做的事情。所以你要问问上帝你愿不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呢？你问你自己，愿不愿意舍弃你的最爱呢？很困难，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太多我们所重视、我们看为宝贵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常常会提醒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肉体自己的这些我们自己的那个所想要的，我们就会愿意来全心的来奉献自己。当你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其实你会祝福很多的人。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刚刚来这个这是我们教会附近的时候呢，哇，这边都还跟左邻右舍很紧密，而且交通非常方便当一节牧师说这边就是隔壁就是建成国中上来之后就是教会，还真的呢这个停车上来之后就是教会附近就是捷运，哇，这里真的非常的方便所以呢，许多的人其实在外面很需要听见福音，上帝就是要使用我们，愿不愿意放下你肉体的生命来服侍他，牺牲你自己来成全许多的生命。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神说什么？当我们认真来服侍他，我们就会蒙父尊重的服侍。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约翰福音12章26节，预备，请。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阿们。所以服侍主的人呢，就必须以所服侍的耶稣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人。主耶稣是不是你生命中的主人呢？还是你常常自己做你生命中的主人？耶稣说他走到哪里服侍他的人
就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对付在我们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拒绝神。其实我们听到神很多的这个神的声音、神的呼唤，要我们来一起参与在教会的建造里面服侍教会。可是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来拒绝服侍神呢，一定要自己甘心乐意。今天我们在教会呢所做的一切，我们不是为任何一个人，没有人会强迫你，牧师也不会拿一个刀子在你的脖子上，快来帮忙，快来服侍，今天有建新教会的，快来接待啊！牧师绝对不会这么做，没有人会强迫你。凡事我们都是为耶稣所做，所以呢，神看重的是我们那种甘心乐意献上的一切。我们常常觉得呢，人尊重我就已经怎么样？那个很尊敬的那个长老，他尊重我，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了。但是今天神告诉你说，我尊重你，哇塞！这句话是上帝说的。当你在认真在服侍他的时候，上帝说，我尊重你，因为你是那个认真献上为我付上代价的这个人。哇，这是多么美的一句话！当你的服事被上帝看重，哪怕你是小小的做一件事情，可是上帝说，我看重你，你做的是非常宝贵的。哇，上帝这样对你说的时候，哇，真的是当你被神看重，被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看重，天底下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怎么样轻看你，因为你是这么样的被上帝来看重。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各样的位分，你的角色，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岗位上，有一天上帝兴起你在这个位分里面，我们就要敬重你的那个位分。所以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成为被神尊重的人，因为我们可以乐意来侍奉他的时候，神他纪念我们所献上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呢，我们自称我们是主的门徒，其实呢，我们没有真正的对付我们自我。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10年前是那一粒种子，可是呢，今天仍然是那样的状况。所以一粒麦子呢，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破碎的生命，让我们愿意被他来使用。我们不用做很大的事情，我们只要每一天渴望主啊，你不断的来破碎我们。神不会用一个没有被破碎的生命，就像一个种子它就是没有落在地里死了，它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就没有办法影响身边的人。所以呢，你再次想想，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一些的改变？你有没有因为听了上帝的话，你就开始有一些更新你的生活各样的习惯？你是一粒麦子，神要使用你。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每一天，主啊，你破碎我的生命，主让我更加的柔和，破碎我的生命让我更谦卑，破碎我的生命让我更能够体会别人他们的一些的劳苦，我能够有同理的心去爱身边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在生活当中就能够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因为爱，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以主为我们中心，来开始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生活。主啊，求你天天来破碎我们，主啊，求你修剪我们，求你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的麦子。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主啊，我们要忠心的来侍奉你。主啊，放下我们肉体的各样的一些的软弱。主，帮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所坚持的。主啊，我们要专一的来跟随你，侍奉你。
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像一粒麦子，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现在呢，我们建新教会的诗班要来献一支舞，是他们练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已经应该有4、5年的时间在练那一支舞所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美少女美少女要来跳一个非常感动的这个舞好。简大哥音乐。Fade
好，谢谢我们的美少女哈，她们那么精彩的这个舞蹈哈非常的认真。好，那我们接下来有一段影片要来让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的教会是西美中会的建新教会西美中会就是我们阿美族，因为分布比较广我们从花莲台东还有我们西美中会就是从宜兰一直到高雄我们的范围非常的广阿美中会就是在花莲东美中会就是在台东那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就是从花东上来北部这里工作多年这样子那我先请大家来看一下有关我们建堂的这个影片。本会第一次聚会在水利局池塘边树下聚会，下雨天时就至猪寮及备工厂聚会。因聚会人数增加，成立建新长老教会，场地不敷使用，决议寻找聚会处所。1994年迁入新堂，先后由吴清之牧师、林碧瑜传道师、张默牧师牧养。社区住户抗议，教会长期受逼迫，加上人数增长，决议另寻适合场地。经多次寻觅后，购入国际路一段农建的，同时出售原会址。弟兄姐妹随时为应许之地来祝福祷告，种植芭乐树，维持农地农用。同时间也找到临时聚会处所，几经桃园市八德区广福路357号，持续装备造就，成为门徒，生命更新成长，预备各项福音事工，外展福音事工，扩展进入各家庭领域，使福音走进生活中。福音初级，发送单张，邀请在的社区参与聚会及福音行动。
每年国内、国外短宣队事工持续为主发光发热，将需要物资带进需要的人群中。响应建堂弟兄姐妹兴起爱心综艺卖，支持教会的需要。复活节游行与在的社区连结宣扬耶稣的复活与好消息。圣诞节事工福音晚会宣扬福音，报佳音走进社区，报好消息，使更多人听见福音，进一步走进教会认识神。建堂募款目标5000万，诚挚邀请您支持参与建堂运动，为我们加油打气，让每一个神所赐福的事工化为百倍千倍的祝福。好，所以我们建新教会，我们是1981年设立的哈，现在已经有45年的时间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真的是我们从这个租寮哈，后来又从搬到那个又租这个建新街，然后后来又到火车站后站的大丰路，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被我们那时候是在大楼的7楼。那我们因为是社区大楼，然后我们聚会常常就会有这个下面的邻居楼下的邻居都会上来就像我们现在在聚会，突然间就砰就会进来，就会开始就会破口大骂，然后常常会有警察，还有会请一些的里长过来就是说我们妨碍他们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隔音的这个部分其实最后他们还是对我们也是常常的这样子的抗议，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因为长期这样子在抗议，连我们要坐电梯都说限制我们一定要满5-6个才可以一起上楼所以呢，到最后就是我们连我们的十字架他也抗议我们的十字架，说在上面就是违法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十字架拆掉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长期这样子6楼这样子一直抗议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这个长职，后来我们就成立这个建堂委员会，我们就决议说我们在另外寻找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好好的聚会，因为弟兄姐妹你们就是很羡慕可以好好的在这里敬拜因为我们都没办法像你们一样这样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可以聚会，弟兄姐妹都会很紧绷，因为随时就会有人蹦蹦蹦上来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决议就是去寻找这个地点，后来找了2年多，也祷告了这2年多的时间后来我们就找到在国际路一段485巷的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块土地那一块土地呢就是建地加农地所以我们的建地是66坪360坪是那个我们的这个农地之后因为它是都市计划所以之后我们再做一些变更，所以我们现在先第一期的工程就是先完成这个66坪的建地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买那一块土地的这个费用就是4288万然后呢，加上我们本来刚开始我们建堂委员就想说大概只有700多万盖起来，结果现在都这个整个物料上涨所以呢就会一定是超过这个5000万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因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看见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所以呢我们愿意尽上我们还仅存的年间，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好好的、认真的为神的教会、神的国来献上。所以我们真的是很谢谢我们建成教会，就把我们当作一家人一样，真的是很感动。这个一姐牧师哈，就是他是我们的那个雅圣传道的学长，哈哈。雅圣传道就是刚刚我们在那个土地那边不是在那里祷告吗？他有来到这里嘛？那个郭雅圣传道，好，他现在是在我们的教会当我们的传道，好，所以今天他在我们建新教会分享，好，所以他就说，就记公我说这个是我学长啊，我来过这边哈，所以呢，是他们就是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非常的谢谢我们建成教会的我们的知美牧师，还有一节牧师，还有我们的长老们、执事们、弟兄姐妹，谢谢你们这么样的爱我们。我们会常常把你们放在祷告中纪念你们，因为在这个地方，真的上帝要使用建成教会，要在这里成为一个光和盐，来祝福当地的弟兄姐妹。愿你们也常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我们。好，刚刚我们有看到我们的义卖品在1楼，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很认真的，就是我们的姐妹们，她们晚上就是白天下完班之后，晚上熬夜在那边那个编织哈。有时候呢，她们就是这样子赶工哈，然后完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雪 Q 饼也是我们的长老哈，他自己研发的雪 Q 饼。唯独只有建新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雪 Q 饼因为这个长老呢，他为了做就是这个义卖，他在9月份的时候有1个月的时间，都没办法行动，就是他坐骨神经疼痛，就是大腿到小腿，整个屁股这边，整个都没有办法动，所以他就躺在他的这个床上，我说，哎呀，玉妹长老啊，你这样子生病，我们还要那个我们的小 Q 饼怎么办？停产了你生病了就没有货了，怎么办呢？就一直为他祷告然后呢，他在那个这个斜的躺在床上斜的，他还可以在那边做手工所以真的是很感动我们的这个同工的线上。然后呢，感谢主，今天有血 Q 饼，就是表示他的身体已经好很多了这个我们玉妹长老挥手一下对感谢主所以呢，请大家都要热情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义卖都是弟兄姐妹的爱心他们真的是昼夜不停的在赶工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这个义卖品，如果很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分享给我们的其他的这个弟兄姐妹。好，那个周报那里有我们的那个奉献袋对。这个是也是，就是你们手中都有这个奉献袋如果你有感动的，那也可以为我们的建堂来奉献，支持我们的这个事工那如果呢，你觉得那个下面的那个义卖品还不，就是你还想要再买的话欢迎可以跟我们订购我们就是24小时为你们服务那我们这个我们每年都会有那个粽子还有那个月饼所以呢，希望下次明年的时候如果你们要吃霸掌，我们的霸掌是非常的清淡你吃了之后呢，就会永生难忘因为外面的这个粽子都是这个比较咸的，我们的粽子非常的清淡，很适合我们长辈吃所以希望你们明年可以订购我们的粽子好，在这里谢谢我们的牧师2位牧师，还有长老们、弟兄姐妹，阿赖是我们阿美族的谢谢，阿赖。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261首，信息第261首，求主教示阮祈祷，咱起立来吟全首。求
求主先鼓励心会，最根定带人挽回，无人在目主耶稣，让主引带行我路，求你啊路，听阮祈祷，你的行事强美求讨，我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献出主庇，求你心相引带，互阮甲你那君我，行达好主心模样，应跟主地地面上，求你啊路，听我祈祷，你的行事强美求讨，我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献出主庇。阿门。请坐，奉献。咱请同款同工。咱起立来迎奉的诗歌。请坐。这是咱来公道，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内底。咱来看公道的事项，教会异象，新传进信徒，万民该祭司。咱来看第一条，原主的信息坚定甲自爱，甲建新教会同在，供应伊伫见证上的一切需要。第二为集体，陈德明、陈丽水、赖清光、汪林进秀、谢丽慧、胡艺梅、林文成、陈秀荣、许章美、
黄世琪、林以诺、李碧莲、张宏龙、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杜昭、沈淑慧、陈荣瑞，为这些弟兄来祷告，弟兄姐妹们来祷告。第三，为后主日的干净分享的乌人长老、赖家慧姊妹、赖卫韶弟兄，甲建成乐团的服侍来祈祷。第四，为着中东的紧张局势、甲美国的大选、甲美国的风台的灾情，以及南北韩关系甲海峡两岸的关系来祈祷。咱只是同心来代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愿你固守教会的脚步，互阮所行的拢合你的心意。也恳求你看顾教会中年岁较大的，甲身躯有病痛的兄弟，恳求你将你的平安放伫因的心内。当即时，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能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死今仔会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人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咱来看教会的消息。本主日感谢张默牧师甲西美中会建新教会15位兄姐的侍奉，让我们能参与多元族群的敬拜，并领受美好的信息。请大家一同为建新教会建堂的需要关心、奉献以及代祷。第二，10月21号拜一，就是明仔载下晡4点教会消毒。拜二教会无要开放。第三，后主日10月27号早起9点半是音乐见证福音主日，迄天是下堂礼拜，请大家热情邀约福音亲友同来礼拜。第四，伊第4季圣公事奉甲团契聚会一览表，各团契爱伫个10月底进前，爱进行会长的改选，还未改选的团契，请尽快改选。第五，本堂已经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选举条例选出本堂第22届长老甲执事，
当选名单公布伫公布栏，若是有疑问的，请直接小回反映。第六，社区关怀据点已经伫个10月15号举办秋季旅游，总共有72个学员甲志工来参加。第七，2025年爱餐热线开始，请踊跃响应登记。一个单元是3000元，每周开放2个热线单元。热线款因教会账户系统调整，请于2025年第1主日再交给干事登账。团契的消息：10月25号拜五早起9点半，常年团契参加常年中会举办的重阳感恩礼拜，地点伫个艋舺教会。风的面势咱家己看，若是有绕高，也是毋对的，请看会计来，也是干事来跟进。上银信息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咱上银了，请牧师为咱祝祷，请大家来因转手。阿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在美好的主日，主，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时间，主，来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主啊，求主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回到我们的一个下个礼拜的生活，主，愿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主啊，我们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一样，能够开始有一个改变，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要使我们能够更体会主耶稣你的心肠。主要更能够，主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灭倒避讳。